會唱一首歌俾大家聽啦。呢首歌呢，我自己本人呢都幾中意嘅。咁我想唱呢首歌嘅原因呢，係因為我想俾大家聽下我嘅聲啊點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批評下我，唔係批評嘅，即係俾啲意見我啊，我會改善嘅。咁最好意見入邊呢係冇包含粗口啦。如果你想鬧我嘅話，請都唔好用粗口咯。係啦，咁好啦，而家就開始啦，好唔好啊？我話3、2、1就開始啦。3、2、1，開始。我还是个孩子，给我个拥抱好不好？不要嘲笑我的偶尔发脾气和犯错。我还是个孩子，给我个 kiss 好不好？把友情爱情的分界线用力的擦掉。我还是个孩子，别生我的气好不好？玩具给你，糖果给你，我还是爱你的。我还是个孩子，给我个电话好不好？虽然我年少不学，口上随便，可是心里好想要。大人们没什么了不起，满了18岁又怎样？我还能孩子多久？我的温柔不够，大人总喜欢把人心都没收。我还能孩子多久？